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台中火力发电厂2号烧炭机组，进前予台中市政府废止执照。台电伫5日节连假进前，重新来点到这台机组来发电，嘛来点到台电甲台中市政府的战火。台中市政府今仔日伫连假后上班的第一天，马上来开发，罚款至少是800万起跳。市长罗秀燕讲，拍好的决心无改变，这只好就是台电。 连假结束，头一天上班，台中市政府对中火罚钱，罚款至少800万起跳。市长罗秀燕强调讲，执法的决心绝对袂发外开温。我们也没有办法给他们特权，我们也不能包庇他们。我们要整治空污，要有强烈的决心。打苍蝇，更要打老虎。台电就是老虎。 中火委24重新启动2号机组，和台中市政府罚200万，要求停工。想要到中火若无停工，搁用拖炭发电1点钟用230栋，安尼甲统计起来，上悬会使罚2000万，嘛将函送负责人。拒绝用废发电。 国民党台中市议员伫昨晡暗就开始伫中火前静坐过暝，并且就民众进行3天静坐，呼吁大家站出来保护家己的健康。我们下一步是希望说人数开始越来越多了，集结越来越多。面对质疑声音，市政府阁要发办负责人，台电董事长杨伟虎亲身出面，阁讲重话。很遗憾，台中市政府曲解法令，将此事操作成政治事件。如果台中市政府一定要入人于罪， 才肯善罢甘休，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。台电中心讲，2号机完成环保的设施甲改善发电的过程，无任何不法甲无妥当。热天用电量是上悬的时阵，市政府甲台电是针锋相对，态度拢真强硬。